大家好，我係梁雅蕾，今日會講太陰病女陰症篇嘅溫中去陰類第1至9條。第1條係乾薑附子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乾薑同埋附子，佢嘅辨證要點係四逆、辛冷、麥陳味者。第2條係理中湯，佢係甘草乾薑湯加人參，佢嘅方劑組成係人參、炙甘草、白術同埋乾薑。而佢嘅辨證要點就係心下浮、大便溏瀉、小便少者。第3條係四逆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炙甘草、乾薑、附子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四逆、脈微鬱絕裡虛寒甚者。第4條係通脈四逆湯，佢係四逆湯增薑附用涼。佢嘅方劑組成係炙甘草、附子、乾薑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四逆湯症虛寒更甚者。第5條係四逆加人參湯，佢係四逆湯加人參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炙甘草、乾薑、附子、人參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吐利後、胃氣虛衰、脈微弱者。第6條係茯苓四逆湯。佢係四逆加人參湯再加茯苓，佢嘅方劑組成係茯苓、人參、附子、炙甘草、乾薑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四逆加人參湯症又見心下悸、煩躁及小便不利者。第7條係附子湯方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附子、茯苓、人參、白術、芍藥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裡虛寒飲、骨節疼痛、下肢區急痛而脈沉者。第8條係附子梗米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附子、梗米、半夏、炙甘草、大棗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腹痛腸鳴、嘔心、裡虛寒者。第9條係二耳附子散。佢嘅方劑組成係二耳仁同埋附子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寒濕痹痛、胸痹疼痛、時緩時急者。